大家好啊，我係琪琪，今日嚟到深水埗嘅優惠多特賣場，喺深水埗站 C1 出口，出咗呢個站呢，就轉左，就呢條長沙灣道啦，直行，就係呢度長沙灣道241至249號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，記得睇埋廣告，唔撳略過或者 skip， 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。仲有訂閱我嘅頻道，睇下門口位有咩置底嘢。呢款咁得意嘅楊咩咩手持風扇，超輕，睇下風力先。一檔、二檔都開始幾涼啦，三檔都夠我用啦。如果掛頸嚟講，可以手揸住或者座台 micro 充電嘅，仲有佢係超靜音噶，咁就唔會嘈到人啦。佢做緊特價18蚊咋，咁輕嘅風扇。仲有呢款好輕身細細嘅座台風扇，佢係帶線嘅 USB 插頭。雖然佢係細細個，但係原來佢裏邊有兩組嘅風扇葉。試下佢一檔，而家咁熱，兩檔先夠涼，咁都幾涼喎呢個。而家賣緊12蚊咋。呢款電擊式嘅滅蚊燈繼續做緊特價，充電嘅係 micro 插口，可以手揸啦，或者凍喺度座台都得。哇，繼續做緊特價19蚊咋。5000 mAh 嘅無線充電寶咧，繼續做緊特價。而且佢係薄薄，攜帶超方便，好輕身 ，Type C 充電嘅。頭先我都試過嚟用，非常 OK 啊！而家做緊特價30蚊咋，呢款無線充電寶咩嚟嘅咧？呢啲一 pack 有3個，密頭嘅造型 ，USB 插口。原來佢係聲控感應燈喎，玩下呢個聲控感應燈先，個造型好得意啊！開燈、關燈，好靚啊你！我回來了，暗一點，暗一點，亮一點。我睡覺了，開燈，關燈，拜拜 ，thank you。呢款咁得意嘅動物頭造型，聲控感應燈一 pack 有3個，而家做緊特價，哇，10蚊咋？仲有咩抵嘢買？屋企嘅曱甴有冇令你好煩惱？呢款係出口日本嘅曱甴藥，好似好勁咁喎，係升級版嘅曱甴藥，只係賣5蚊咋。一 pack 係咪有8個呢？後邊有中文字解釋點樣用。想唔想有一個冰涼嘅夏天啊？如果你出邊太熱，哇，呢度呢就有攬枕嘅冰涼貼。可以貼喺邊呢？額頭、太陽穴、頸啦，仲可以冷敷8個鐘咁耐，犀利喎！留意啊，唔好貼啲有濕疹啊、受傷嘅皮膚度喎。7蚊咋，就有10塊冰涼貼啦，你話係咪好抵呢？1蚊嘅冰涼貼賣晒啦，1蚊就有2塊，咁咪即係5毫紙塊，咁都幾抵喎！睇下你嚟到嘅時候翻咗貨未啦？有冇成日出好多汗呢？格拉底都可能會臭狐嘅噴霧劑，出口日本嘅喎。成分呢就喺呢度有晒啦。聽講呢隻呢超好賣啊，好多人都買嚟用噶。特別係而家夏天非常之熱，格拉底梗係出好多汗啦。而家呢一隻30毫升係賣緊9蚊啫。指甲邊有時係有腫咗呢？好似呢度咁樣，有呢款甲溝炎，佢係出口日本嘅，就幫到你滴2滴就搞掂。睇下佢有咩成分，都有艾草嘅成分喎。一張都係有30毫升，15蚊啫。多功能嘅充電寶啦，佢嘅特別咧就係呢度咧有2個扁插頭嚟嘅，可以咧直接咧喺大陸嗰度咧插蘇嗰度咧充電就搞掂啦。唔用嗰陣咧就可以接埋佢，幾方便，接埋咗入去啦。另外佢仲有咧係22.5瓦嘅喎，係快充嚟嘅。佢有成1萬個 mAh 咁大嘅鋰電嘅喎。另外一邊咧係數顯嘅，撳個掣咧就可以知道咧剩翻幾多電量。佢本身咧亦都自帶線嘅，有呢個 Lightning 啦，同埋 Type C 插口嘅，佢都唔算重，都 OK 喎。168蚊。哇！呢支好有我哋中國文化嘅圖案嘅特色，有條龍喺度嘅喎，仲有一隻鳳嘅，佢係復古龍鳳嘅理髮器，咁有特色，係金色，好高貴。而家好多人咧都買理髮器喺屋企自己剪頭髮，咁樣就可以慳翻好多錢啊！喺下邊咧撳個掣就可以開着機，如
咁就可以開始剪頭髮噶啦。裏邊咧係附送咗充電嘅電池，有專用嘅充電器。咁攝入去裏邊咧就可以用呢個 USB 線咧去充電噶啦。賣緊45蚊，呢款係無線藍牙充電嘅，佢係 Type C 充電，拎上手都幾輕身喎，大約80克咁輕，拎嚟拎去都好方便。size 係咧約10寸大度啫，如果幾遠距離都可以用到，10米距離都可以用到。充電時間需要2-3個鐘。如果充滿電咧，唔用背光燈咧，即係個鍵盤燈，哇，可以用到150小時咁耐，犀利喎！呢款咁輕便嘅10寸藍牙鍵盤，只係賣38蚊咋。有啲口渴想買啲嘢飲，正啊！呢度有椰汁，係海南島嘅椰汁，正啊，7蚊咋。睇下下邊有啲咩抵嘢買。一落嚟就見到色彩繽紛嘅皮膚去角質磨砂膏，只係賣9蚊。呢款係芒果香味。仲有咩嘅嘢做緊大特價？紅色一罐罐嘅係咩嚟㗎？雲南嘅大葉種嘅綠茶，哇！雲南出靚茶葉喎，優雅蘭香，一罐就有200克重，都係賣緊35蚊咋，仲有幾罐咋？七彩繽紛嘅係咩寶啊？哦，原來係原彩嘅刮畫紙，咁靚嘅刮畫紙只係5蚊一本。繼續有呢一款嘅Hello Kitty 啦，同埋呢個黃色嘅 Minions 嘅公仔嘅掃塵機，哇，20蚊啫喎！出口日本嘅掃塵機係需要插電池嘅，係4粒嘅3A 定2A 呢？咁你嚟睇下啦，而且佢係用樹枝做嘅呢個膠，咁都幾環保喎。size 係直徑18cm 乘高嘅7cm，咁啊摸起上手，哇，超輕身啊！每次嚟都有新驚喜，就係有呢一款多功能嘅電動料理機。有咩功能可以做到啲咩呢？除咗可以打蛋之外，哇，仲有呢個3葉嘅可以磨你嘅薑啊或者蒜頭。哇！呢一個又我嚟做咩嘅呢？總共有3個頭，多功能嘅充電料理器，3個頭，而家只係30蚊咋？你話係咪好抵呢？我頭先試用過啦，佢係低噪音，唔使嘈到人，有幾款顏色嘅。天氣咁熱，你哋有冇飲多啲水啊？呢度就有一款好大個水樽，係磨砂自變杯。哇，真係好大個！呢度有個手握位，方便你拎嚟拎去。呢度有個細樽，可以直接飲，仲可以打開呢個蓋，可以方便你擦洗。哇，超方便啊！大概都可能有900毫升嘅，而且都輕身。下低寫住 BPA free， 咁啊安全材質，健康飲用。呢度啲英文字寫啲咩呢？哦，原來提醒你幾點鐘就要飲水啦。哇，真係好窩心啊！除咗白色，仲有黑色嘅，咁大個咁方便嘅水樽係29蚊啫。仲有咩抵嘢呢？頭先個杯太大，呢度就有個細細嘅係透明嘅杯。哇，送埋個飲管添，好粗粗嘅飲管，可唔可以飲珍珠奶茶嘅呢？呢個輕輕轉一轉就可以擰開啦。咁啊，哇，乾淨又衛生。仲有呢個茶格，仲送埋一條帶勾住呢度，方便咁樣拎嚟拎去。透明嘅杯身可以睇到剩翻幾多飲品，仲有佢係防漏嘅，哇！呢個設計好窩心啊，仲送埋好 cute 嘅貼紙添。除咗白色，仲有綠色，都係好靚嘅、好清新嘅顏色。而家做緊特價，哇，10蚊咋？你話係咪超抵呢？講下講下都有啲口渴，呢度有啲玻璃樽冇酒精嘅酒，哇！仲有好多唔同嘅味，仲有檸檬味啦，呢個呢？係土味，仲有咩味啊？仲有呢一款深色少少嘅，咁呢兩款呢都係賣緊12蚊嘅。呢隻泰國嘅玻璃樽嘅飲品啦，呢一款係咪玫瑰味？我記得佢仲有芒果啊，仲有其他味嘅，而家賣剩呢一款啫，都係12蚊。吸塵機都有喎，呢啲小家電，哇！呢一部128啫喎，咁抵，而且都超輕。哇，好方便喎！仲有啲乜嘢啊？仲有呢部細細嘅368，係吸拖一體吸塵，
即係話又可以吸塵，又可以拖地，咁犀利？風扇都有，坐地嘅循環風扇。呢款充電嘅落地扇呢，係賣緊356，哇，係循環風扇嚟嘅。仲有呢個都係充電風扇356，呢個呢，本博牌子嘅空氣循環風扇238，呢個就係揚子牌子嘅168蚊。仲有呢個都係揚子牌子嘅199，係空氣循環風扇。呢個咩嚟嘅呢？係玻璃身嘅喎，拉出嚟。哦，係透明嘅空氣炸鍋，玻璃材質，夠健康。呢個氣炸鍋有咩功能呢？ M 嘅呢個牌子可以炸薯條、整蛋撻、披薩、雞翼啊、春卷、煎牛扒、蝦，哇，好多功能喎！可以整 popcorn， 仲可以整牛角包，整唔同嘅包，哇，超多功能啊！3腳嘅插頭咧賣緊268，好靚啊！你日日都食飯嘅，咁呢部就啱啦。呢個就係2set字頭呢個嘅電飯煲，係有3列咁大嘅喎，個樣超靚啊！佢裏邊送埋一個不鏽鋼嘅呢個蒸籠，3腳嘅。仲有裏邊係304不鏽鋼材質嘅喎，咁係食品級嘅材質。我可以柴火煮飯、快速煮飯、低糖飯都得，仲可以藥膳煲湯、整蛋糕，仲可以煲粥 BB 粥，仲可以預約嘅添。咁多功能都係賣緊369。廚房電器仲有呢款恒溫壺，呢個係智能嘅恒溫調奶器，除咗可以整奶之外呢，佢仲可以keep 到唔同嘅溫度。哇，整咖啡喎，85度，哇，可以撳唔同嘅掣調你嘅溫度啦，仲可以100度燒到，哇，好多功能喎，仲可以除氯煮忽，仲有佢嘅材質下邊呢個不鏽鋼係316嘅喎，咁多功能嘅，而家都係賣緊168。仲有呢款咁靚嘅紫色破壁機，呢個係咪德國嘅品牌呢？2set嘅字頭，可以整咩嚟飲呢？磨豆漿啦、煲水啦、整果汁啦、米糊啦，仲可以保溫，仲可以係咪自動清洗呢？裏邊係用不鏽鋼304安全材質，健康飲用。佢呢仲有4個刀片嘅，呢度呢有指示呢就係上限放水嘅位置，可以預約添。呢個咁靚嘅破壁機真係好大喎，有冇3列咁多呢個容量？哇！呢款咁靚嘅破壁機咁多功能，只係賣225蚊咋。我今日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，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仲有訂閱我嘅頻道。拜拜。